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7月初4，诗篇143篇11安尼讲：上主啊，求你因为你的名，互我搁活起来，照你的公义引带我脱出患难。大家来祈祷。带阮脱出患难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大有权能甲气力的上帝，你是圣洁公义的主，你是阮得活命的宇宙主宰，主啊！阮要感谢学了你的名，因为你的名极其水，你的名伫全地到遮悬大。我看你的天，你的手所做的，甲你所排列的月甲星。人算什么？你遐尼关心；世间人算什么？你遐尼照顾。主啊，我要感谢学了你的名，因为你的名是好。求你互阮专心敬畏你的名，因为你的名，互阮搁活起来，也要照你的公义引带阮脱出患难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每一天拢到伊的面前来学乐，来称颂伊的名，因为伊的名是好，伊的名到遮悬大，因为伊的名会通互咱搁活起来，伊也要照伊的公义。引带咱脱出患难甲困境，互咱进入伫伊的平安，也时刻甲咱相甲伫地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